屏東縣長周春美和民進黨中華縣長初選出線的立委陳淑婉，牽起立委林俊憲的手，在台頂親親一擊中，拜託鄉親台南市長初選愛為伊支持。咱台南不能夠出錯，咱台南好，還要再更好。俊憲委員對咱大台南市的了解甲用心，所以伊嘛提出真濟對咱台南市，包括教育、社會福利，包括產業經濟這發展。這場初選最後一場造勢活動在永康舉辦，大批支持者陸續到場，縣市首長級的嘉賓一一上台演講，炒熱氣氛。連立委王義川嘛連2天南下徛台。恁幫林俊憲顧電話，林俊憲顧台南，賴清德總統叫我這個台南囡仔大台北顧台灣。咱未來的市長是不是有迄個能力，會當真正帶領咱，成做一個幸福的社區，介在咱每一個時段，恁是不是在這3天內底會當幫俊憲顧電話？台南市正副議長總共25名議員攏到齊，展現團結氣勢。林俊憲要拼黨內台南市長初選，同一天透早對東區關帝殿啟動車隊掃街，市長黃偉綽更陪同上香，呼籲一條心組成台南隊。這個地方是台南的民主聖地啊，我們東區的關帝殿，過去這有一個傳統，也算是傳統的儀式啊，包括從以前小英選總統賴清德選市長選總統啊，我認為對家來機構了。現在等於是考前5分鐘要做重點複習了，那這樣可以在有限的時間內接觸到最多人，能夠把好的產品推銷出去。初選民調頭一天抽到高雄，林俊憲表示會努力到最後一刻，爭取到更多市民的認同加支持，贏得初選勝利。同時持續向賴總統爭取更多資源，全力建設台南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